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嘅質詢。楊岳橋議員。主席，喺過去一個星期，廉政公署發生前所未見嘅人事大地震。處理執行處處長李寶蘭女士同埋另一名嘅高級調查人員相繼離職，造成內部士氣嚴重低落，甚至有傳言話近80%嘅員工杯葛原定今晚嘅年度晚宴，令到晚宴被迫延期。呢件事令到香港人對廉署嘅信心一落千丈，大家都懷疑事件係同梁振英干預廉署調查佢收受 UGL 5000萬元有關。而 UGL 事件已經拖延漫長嘅時間，每次我哋請佢嚟解釋，佢就係識得講3個字：冇補充。但係呢件事已經對我哋行之有效嘅反貪制度造成無以復加嘅損害。主席，呢件事李寶蘭女士已經冇可能再去調查。而家我作為立法會議員，代替李寶蘭問佢，俾個機會佢喺度清清楚楚向香港人交代，佢究竟喺上任之後有冇收過 UGL 錢？佢有冇向行政會議申報？佢夠唔夠膽將佢同 UGL 嘅文件公開俾香港人睇下，睇下佢有冇貪過污？我講多句，唔好再用冇補充嚟敷衍我哋香港人，因為我哋已經忍夠呢3個字。主席，我講到最後一句，我要特別提醒梁振英，當你冇咗特首呢個保護傘之後，你就係下一個許仕仁。行政長官。主席，我哋都非常重視同埋支持廉政公署嘅工作。楊岳橋議員剛才問嘅問題，如果佢真係關心呢件事嘅話呢，過去2年我特區政府同埋廉署都已經多番解釋。佢剛才提到嘅 UGL 嘅文件呢，喺前年10月係已經公開嘅。所有呢啲問題呢，過去多年呢已經講過。特首不可能干預廉政公署嘅工作。廉政公署呢，過去2日亦都就呢個問題呢係發表聲明。有呢啲問題要答呢係好容易嘅，並唔係話答咗之後呢對我不利，而係任何投訴喺投訴之後呢，廉政公署投訴人同埋被投訴人呢係都不能同埋不應呢係討論細節嘅。楊岳橋議員。主席，我真係想問下，行政長官係咪真係間接承認緊係俾廉政公署調查緊？係咪因為廉政公署查緊佢，所以佢要喐李寶蘭？我特別要提醒佢，佢已經整死咗香港好多嘢，請佢唔好再搞死香港。你只能夠簡短嘅跟進，行政長官。廉政公署嘅人事問題，我哋係有制度規定嘅，行政長官同埋廉政專員係完全根據制度嚟到做事嘅。涂謹申議員。